世界各国当咧发展这主权 AI， 高雄市政府也甲辉达合作，结合着红海顶60外间这民间甲国营企业，透过台湾家己的语言文化，希望打造出台湾本土的生成式主权 AI， 确保未来这线顶资料库独立性。高雄市政府也讲，这高雄是全台湾头一个建立主权 AI 城市。请启动！台湾生成式主权 AI 倡议正式启动。人工智慧产业这几年真强，辉达才宣布要伫咧高雄亚湾区打造全台湾上界大的 AI 超级电脑中心。正高雄市政府佮提出台湾生成式主权 AI 的概念，因要甲辉达合作，结合台湾 AI 产业界的技术，甲在地大学培养 AI 人才，强化台湾生成式 AI 资料的自主甲安全性。咱台湾有咱家己的语言，有咱家己的文化，所以这个模型要训练的时阵，要到发展到解决方案，一定要经过咱家己属于咱家己的文化、语言甲资料本身台湾拄到的问题要解决，安尼会较接近，较袂有偏差。但基迈强调，生成式 AI 需要大量的资料学习，才会当提供服务。不过，目前 AI 开发要是以英文为主，未来台湾除了爱家己开发 AI 的技术，佮爱当使用国家语言训练模型，安尼才会确保生成的资料符合咱的需求。说 AI 事实上它是会推动整个数位转型的核心竞争。那这个侦查计划里面，特别是刚刚谈到的 VLM。这个影像语言的主权模型那这个东西事实上是非常适合智慧城市的各种应用。副市长罗达生嘛说明讲，透过 AI 平台收集资料，累积属于高雄市的主权 AI 模型，会当运用伫咧交通、农业各种智慧城市的解决方案。未来若是串联22个县市的主权 AI， 会当互台湾 AI 基础建设更较紧，打造新的台湾 AI 产业。记者柯昭勇高雄报道。